溜滑梯不会太快，很安全，我觉得很好玩。这个游戏器材是我们成功里的里民，相对我们包含东区周遭住民一直以来的期待啦。那因为这附近很多小朋友都找不到溜滑梯，我经常被里民还有周遭住户在询问这边哪里有溜滑梯，我们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周遭的小朋友们多一个去处，休闲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游憩。就我们选择在我们都会公园，其实就在奇美博物馆旁边，那我们来设置一座符合这个整个奇美博物馆这种都会公园里面既带有绿意，然后带有一些我们说的艺术跟音乐的元素的一个特色公园。特色公园最重要的还是其实要符合这个使用者的需求啦，所以其实现在特色公园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就很重要为了这个特色公园，其实我们大概做了大概3次的工作坊去厘清需求。那我们经由这样子的工作坊之后，然后我们才确认了这个整个特色公园的整个设计的方向，一个能够让孩子这个自然的生长，当然也要符合安全啦，那也符合一定程度的共融的精神。那我们希望这个特色公园能够为整个台南都会公园，除了在这个奇美博物馆这个元素之外，再有一个新的符合亲子的然后让孩子在那边开怀且安全的游戏着。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南都会公园已经落成蛮久了已经至少20年，将近20年的时间，在县市合并之前就已经完成。所以我想说，在这个部分，尤其它距离奇美博物馆相当近，就在隔壁。所以如果奇美博物馆美轮美奂，我们的都会公园相形逊色那也不很好。所以呢，我想说，借着这个机会把这个环境优化，一方面能够跟奇美博物馆相得益彰，另外一方面也提供市民朋友们一个这个休闲的环境，尤其对于儿童小朋友他们很喜欢的游具。那未来呢，我们还会持续把这个场地，包括植草会做得更好包括那个绿化会做得更好，希望能够让提供市民一个更好的地方来游憩休闲。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市府去年首次伫大台南会展中心举办汽机车大展，吸引真侪爱车人士以及市民朋友到场参观。因为现场路线规划好，各厂牌汽机车、电动车参展踊跃，加上舒适的展场空间，互袂少来这看展的车友，拢获了真悬的评价。去年人潮很多，样式还有各个车展，还有很多厂牌，觉得很不错。而且它场地很好，规模很大，场地很大，有可以看到很多新款的车子。然后你如果详细去看，他会帮你做很棒的介绍这样子。然后也遇到车友，这是非常开心的事。黄伟特表示，台南是汽机车零组件产业发展重点，也是培育隐形冠冠摇篮。真侪高级车种的零组件，拢是 Made in Taiwan， 这拢是打造台南经济以及带动汽机车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市府欢迎民众以及爱车人士1月26到1月29，做伙来到台南车展参观。1月26、27、28、29这4天在台南将发生大事，就是我们的汽机车大展。那这个部分是今年是第2年举办。但是因为去年举办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许多市民朋友们以及南部的好朋友们纷纷要求一定要再加码办。因此呢，在2024，也就是台南400的这个时候，我们加码举办了这个2024汽机车大展。那为什么叫加码？因为我们今年除了汽机车零部品之外，除了汽机车之外，还有这个许多新的概念，包括零部品，包括这个新能源车电车或者是电动车，
这些通通都来参展。也感谢我们《工商时报》能够承接这个展览，能够把这个展览办得越来越好。经发局说明，台南汽机车以及零组件制造业总共有574间，伫112年产值大约有641。希望伫去年第一届台南车展圆满成功的基础下，会当汇集相关产业资源，为台南创造更多商机。2024台南车展，这次规划总共有530个以上的单位，包含汽机车零配件展、新车大展、重机甲二轮车展，以及汽机车周边产业展等4大主题。参展厂商超过120间，每一天还佫有小叫早来精彩表演。欢迎市民大众以及爱车人士填写问卷，免费完成入场。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由议员林美燕发起，结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康黄金诸神爱心会、甲中华九子诸神会等善心团体共同办理，寒暑假南区甲安平区绿色学童免费营养午餐的资助计划，今年已经迈入第10档。9年来受助的孩童，甚至对国小1年级到目前已经高中毕业。议员嘛感谢各界甲慈善团体的帮忙。很多的爱心人士，然后大家共同来，就是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关怀的这个动作，这个就是爱心哦，一直就是长长久久哦。跨过第9年，即将迈入第10年哈，真的非常棒啊！那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也非常感谢我们就是所有各个学校。好，各学校里面来就是说在第一线做个名单的调整，因为哪一个有能够合乎这个就是让我们能够去做一个关怀的，都是我们在各个学校里面的行政人员在做的哈。那也非常感谢我们校长哦，这么就是大家同心协力，让我们小朋友在最需要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关心，让他能够在充满爱的过程中，能够快乐平安的长大。非常非常的感谢哈，我们的背后有非常多的一些爱心慈善的机构哈，还有一些爱心的人士哈，都默默的在支持我们。那我们的理监事们也非常的支持，守护我们的孩子哈。那虽然哈疫情的关系，一直到现在，我们的那个捐款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热络，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哈，其实这个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这大一个客刷，就是我的康黄金康理事长，伊讲吼，个种中华九子，伊讲吼不要紧，看到囡仔呢吼，我过来买货嘛好啊，这个都很值得啦哈，因为啥孩子的健康哈，也就是我们的责任啦哈，我们也希望孩子们健健康康哈。伫个去年安平甲南区总共19间学校，288位学童受助。今年龙岗国小由着社区来领用，但因为景气的影响，今年登记参与绿色学童增加到352位。市府教育局嘛特别感谢所有的善心团体。不管是便当供应的发放地点，还有菜色，每年都在不断的进步。那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刚才我们每位议员也有跟学校讲，我们务必要提醒我们的孩子，领这一份餐要懂得珍惜，更要有一份责任感。如果你当天没有办法领餐，你要跟人家讲。按麦东样，我想这是一个责任跟一个珍惜，也是一个机会教育。那在这里还是要再次代表洪伟哲市长跟郑兴辉局长，谢谢这么10年来大家提供的爱心跟服务。我想也谢谢这个所有支持这个活动的所有人，我们也希望这个活动能够持续继续下去。谢谢大家，谢谢。今年的寒假共餐将于1月22到2月15，到掉农历春节，总共14天，将分别伫南区的立新活动中心、台南市议会以及议员国民路甲原理服务处4个据点来发送。而过年前，董事嘛有8方建设公司要来发送小红包，希望让学童会用个欢喜来过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掠影唔能丰富人类的技术创作，也是所有技术形态当中应用层面上大的。这次台南市美术馆特展国际掠影交流视野，推出以亚洲和非洲为主题的掠影特展。我们的展名叫热流，因为我们都很热，就是台湾很热，非洲很热。然后第二就是流，就是我刚刚讲海洋连接以及流行文化及摄影技术的流传，是世界性的，不只是台湾，因为我们很讶异在战后非洲的摄影
这么的蓬勃，然后跟台湾的一些街拍是可以对话的。这次展览分为3区，为摕相机加上街头，描写社交工人民生活场景，到为理论的角度出发，绘出人口迁徙跟交流复杂的面貌，最后以对话的方式，和台湾跟非洲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互相呼应。呈现真侪街站的重要议题，这些都其实可以从摄影这个非常强烈的方式，让大家看到的是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个境况，以及就是台和非之间怎么样产生关联，然后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然后它还持续在发生，因为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展览希望借此让观众看到两亚艺术在非洲跟台湾的发展脉络。跟台湾的当代创作，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机车改装造成交通乱象，也凸显噪音扰民。为了从源头解决机车改装排气管产生噪音问题，环境部与交通部共同推动改装排气管认证制度。该管者需要通过噪音检测，并且至监理站办理变更登记。未来1年缓冲期间，可以免费到地方环保局或噪音实验室检测。2025年正式上路后，就需付费检测。未使用认证且检测不合格者，最高罚5400元。如果没有取号，那我们现场检测又不合格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直接告发哈，照目前的噪音法规来告发。那未来在114年1月1号缓冲期过了之后呢，民众如果有改装的话，就必须要自行委托我们认可的实验室国安院认可的实验室呢来进行检测之后，然后再送测，然后再取得编号去办理登记。好，那路边拦查处理的话，未来就是如果有路边拦查没有认证的，那我们通报交通部这边来给予就是依照道路安全交通条例里面呢来处罚哈。另外一个呢在检测不合格呢，这就是如果噪音检测不合格，那是一律告发哈，就是在改装的这部分。好，所以大体上我们大概就是重点是抓草不抓改啊，那如果改装呢，必须要登记。机车排气管噪音这件事情哈，在末端的公路监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一些事情，跟大家做个说明哈。那就是像刚刚张市长所报告的，依照院里面指示，我们配合环境部这边推动这个机车排气管噪音认证的这个制度，目前已经有相当的成果，所以我们就配合修正我们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附件15的规定哈。那机车排气管现在是可以变更的项目，不过它只需要符合我们交通部安全的要求，就是要有相关的防烫盖，还有那个出口必须在后方，而且它的出口角度必须要水平或往下，不能够有颜色的这样子的情形了哈。那配合环境部这个机车排气管认证这个事情啊，我们已经在今年的10月份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后如果要变更机车排气管的话，除了要符合刚刚所说的防烫盖、出口角度跟出口的这个在后方的这样的规定之外呢，必须从114年开始会列入定期检验的项目。改装排气管必须要使用经过环境部噪音管制认证，而且是可以匹配原本这个车辆的这个排气管啊。那在114年正式上路列为定期检验项目之前啊，那就像刚刚市长所说，我们会给大家给一个1年的缓冲时间。那如果提前来办理相关的一个变更的话呢，是可以不用付相关的一些发票的哈。那大概是我们目前法规修正的一个进度。那这样子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我们现在已经跟内政部在进行相关的会审作业当中啊，我们应该明年就会开始来真正上路。好，那在变更登记的部分的话呢，就像刚刚市长所说明的哈，排气管这边源头这边会有相关的登记管制，然后会在噪音合格的排气管上面会有相关的一些绕码或是一些合格编证的资料。那这样子的产品提供给改装业者呢，改装之后呢，到监理机关来，我们就负责依照规定办理相关的变更的这个登记啊。那在办理变更登记的时候呢，就会预备相关的证件，就是跟我们一般变更的程序上，要备妥相关的行车执照、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一个证明，然后相关的一些证明文件之后呢，114年之后呢，你来变更的时候呢，就必须还要提供这个合法业者提供的加改装的这个同意发票啊。
那为了加速大家在这个法规实施之前，能够提早来办理变更，或者我们也考虑到说有些民众的变更可能已经发生在比较早之前，那不像新改装的，它可能很容易取得发票，所以我们在法规里面也允许说，在113年12月31号之前，那如果你是这样子改装的人的车主的部分的话，来办理变更登记的时候呢，是可以不用检举统一发票的。我们在过去针对这个机车有机动车辆的这个噪音呢，做了一系列，我们用声音照相来找出这种高噪音影响安宁的这个事件。那我们发现呢，有一些机车或者是就是有透过这个排气管呢不当的改装之后，造成高噪音的事件所以我们这次推出就是说，如果改装的话，你必须要在透过我们一个噪音的认证之后，然后到这个监理站办理登记那这样才能够保护整个噪音的这个情形才能够确保那目前的做法就是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那我们有1年的缓冲期114年1月1号开始会有开罚的这个规定那明年度呢，我们环保单位环保局这边特别提供贴心的服务，就是让已经改装的还没有就是没有测试过的就使用的这个排气管呢，不是经过环境部认证的这个排气管的呢特别可以到环保局就近到环保局这边来登记要做测试。那因为测试呢，我们会网站上面会让需要的车主呢，他可以选择他就近的这个环保局去测试。也就是说，你在台中呢，你可以因为车子有可能在台北，那你可以在台北就近来进行测试。那我们有1年的这个服务期间不收费。现行并未文明规定禁止排气改装，仅有规定排气角度加装防烫盖且不需登记。新制明年元月起实施，将规范机车噪音及排气角度。改装车未经认证者，依道路交通条例处900到1800元罚锾。目前以管制机车改装为主，政策上路后会观察实施情况，滚动式研议是否也纳入汽车管制。记者翁俊台北报道。为了庆祝台铁公司化，高雄站举办了挂牌庆祝活动。除了一连串精彩表演之外，更请来了3太子助阵，热闹非常。高雄台铁展现的诚意还不止如此，站长除了穿着新制服亮相之外，副站长更是粉墨登场，身兼主持人高歌一曲，让现场民众报以热烈掌声，再表现台铁公司化改变的决心。特别有一个新的制服就是我现在这个款式那今天开始就是国营台铁公司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我们局长也特别指示我们要全力的奉献。然后要提供更好的服务。在切下挂牌庆祝蛋糕之后，工作人员立即发送给民众，分享民营化的喜悦。只是民众在享用后，到底买不买账呢？现在真的很方便，好像3铁共测这样，真的很方便。服务的品质上一直有在提升，那希望它之后班次可以更稳定，休息区会更多然后整个环境会更好，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很期待它民营化，一定会带给民众更好、更便利的一些坐车的方面。公司化之后，台铁可以减少误点，然后更多创意的空间。希望它可以就是提供更多便民的服务，然后它的可能服务人员也要增加，服务更好班次人更多这样子。虽然一连串释出善意，但民众关心的还是后续实际改变，需要一段的时间观察。毕竟关系到荷包、交通便利性及安全舒适性等问题，端看台铁是否够动力推动这部时代的改革列车。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3位同学在舞台上展现扎实的花式调酒表演，展现平时辛勤练习的成果。志光商工日前办理餐饮科成果展，同学们表示，在学校3年学习到如何成为一位专业的从业人员，有了这些技能，未来在就业的道路上也有更宽裕的选择，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岗位。来志光商工让我就是非常的肯定我未来要做什么。这3年我学习了很多有关于调酒的东西，对，虽然中间有摔破一些杯子，但是学校还是很有耐
耐心的带我们，就是学了调酒各种专业的技术。之后的规划，我想要做空少这样子。那这次学调酒的过程呢？这次因为我跟他，我们2个是2年级的，那是去年看到3年级的学长他在台上表演，然后我们2个很感兴趣，于是我们就私下就是去请教学长讲说，我们是否能不能就是学习这个技能这样子。对，我学到很多专业的技术，就未来有可能会考虑走这个方向。志光商工餐饮科主任范巧梅说，在学校3年，透过完善的规划，帮助学生们学习多项知识技能，并考取专业证照。学校也与多所科技大学与众多企业合作，帮助学生们能够顺利和产业接轨，减少学用落差的情形。基本上我们餐饮科从1年级进来之后，我们就会在厨艺技能上面先安排中餐的课程，然后也会加强他们餐饮服务的技术，基本的技术。然后到了2年级之后，我们实习课程会变得更加多元，除了原有的中餐之外，还加入了西餐，还加入了烘焙，然后还加了饮调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志光因为一直以来跟台北市的星级饭店都相处得非常好，所以我们会有所谓的餐饮见习活动，我们会支援饭店的各项的外汇活动。那学生是采自愿参加的方式。那等到他们到了业界一起去上班实习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学的东西，在学校学的东西，在实际的业界上面是可以用上的。那这样学以致用，好。那到了3年级之后，当然在技能上面就是辅导考证照。那我们原则上3年会考取3张证照。那学生毕业之后具备这3张证照，不论或是升学或是就业，其实对他们的未来都已经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志光商工餐饮科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发展，完善规划，培育学生多方面能力，与企业紧密结合，确保学用相符。记者也跟新北采访报道。彩绘墙已经斑驳的快看不见，老旧的雕像只快剩下白色的基底，守护的世界树已经铁锈斑斑，装饰艺术也沦为街友的晒衣场。这边是过去高雄热门的夜晚景点城市光廊。以前就是这边真的还蛮热闹的啊，前几年啊，那时候城市光廊真的是有咖啡厅，有什么的，那时候做得很好。后来咖啡厅走了之后，然后就越来越杂。城市光廊的位置位于南高雄的核心，前面就有中央公园的捷运站，后面还有百货商圈，却鲜少有活动规划在这里，民众觉得纳闷，也感到可惜。一个堂堂的中央公园，人怎么会这么少？一个这么好的环境，然后又在捷运站的旁边，这么地理位置这么优越，可是却我来都是人很少，都没有看到什么人潮。不只是可惜啊，你看那些商家有多可怜啊！我讲得很实在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这个地方完全就是不做观光的打算的话，那其实是很暴殄天物的一件事情吧。但其实城市光廊的基本体质是不错的，不用大刀阔斧重新建设，只需要适当整理以及充实的活动规划，就有机会吸引人潮。我觉得城市光廊你不需要再多花编列太多的预算来改造这个地方，或是做一些硬体设施。其实我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利用这个那么好的场地哦？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在中山路那边用一个露天咖啡厅的一个概念，可以请一些乐团歌手啊什么来假日的时候在那边驻唱，然后大家在那种晚上夜晚在那种森林中的感觉，那边喝咖啡，其实这种感觉是非常棒。最近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机，知名的日本企业即将进驻商圈，将会带来一波新的人潮。地方希望市府能够抓紧这次机会，重新整顿这个地区，让游客留下好的印象。那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说大利百货，它下个月唐吉诃德要在大利百货这边正式开幕，所以一定会有一个相对的人潮出现。那如果今天把这个桥梁能建立起来的话，其实人潮这可以帮助这2个商圈的人一定会再活络出来。城市光廊是许多人过去的记忆，如今的光景让人感到有些寂寞。现在有了新的契机，希望有机会再看到当时的辉煌景象。记者苏安君高雄报道。